歡迎收睇2026年5月8號新聞摘要，我係 Sarah。以下係為大家選取嘅幾則頭條新聞。首先睇下國際消息，一艘郵輪上爆發致命嘅漢他病毒 Hantavirus 疫情，目前已經導致3人死亡。世界衛生組織 WHO 亦都已經緊急展開應對行動，世衛官員目前正密切監察情況，全力阻止病毒進一步傳播。專家指出，漢他病毒通常係透過接觸受感染嘅凹齒類動物，例如老鼠嘅排泄物或者分泌物傳播。一旦中招，可以引致嚴重嘅呼吸道疾病同埋腎衰竭。由於郵輪上成千上萬人都喺近距離環境生活，呢一次事件引發咗公眾對客船疾病防控措施嘅高度關注。當局目前正調查病毒究竟係點樣進入船上，並呼籲所有嘅乘客同船員，如果出現類似流感嘅症狀，一定要立即求醫。衛生專家警告，早期發現同埋及時隔離依然係防止死亡個案增加嘅唯一關鍵。嚟睇下 Queensland 新聞，昆士蘭嘅學生面臨住身份被盜用嘅威脅。因為 QLearn 教育平台發生嚴重嘅數據外泄，學生嘅個人資料被泄露，數以千計嘅姓名、出生日期同聯絡方式可能已經被泄露。系統發現可疑活動，於是揭發咗今次外泄事件。教育部門正加緊行動，確認到底有幾多學生受到影響。當局呼籲家長留意銀行戶口，留意有冇可疑活動。州政府承諾會通知所有受影響嘅家庭，並且喺昆士蘭各間學校推行更強嘅網絡安全保護措施。聯邦政府宣布推出新措施，要求昆士蘭天然氣供應商預留2成嘅產量供本土使用，確保國內能源安全同穩定電費。呢個氣體預留計劃今日喺昆士蘭格拉德斯通正式公布，明年1月1號起生效。符合資格嘅供應商必須預留一定比例天然氣供應本地市場，唔可以全部出口。總理話，澳洲家庭唔需要為高昂能源帳單而擔心，新措施可以保障本土供應，避免價格被人操控。佢又話，政府同業界合作多年，今次嘅方案得到各方嘅支持。昆士蘭省長就話，省內天然氣生產商好支持呢個政策，相信可以為當地創造更多嘅就業機會，又可以確保居民享有可負擔嘅能源。能源專家就話，新措施可以暫時緩解價格壓力，但係長遠嚟睇，政府需要繼續投資清潔能源，減少對化石燃料依賴。專家又話，其他省份可能會跟隨昆士蘭做法，逐步推行類似嘅本土供應保障政策。一名32歲嚟自 Spring Hill 嘅男子涉嫌喺社交媒體向州議會同聯邦議會嘅議員發送威脅訊息，已經被控。澳洲聯邦警察4月開始調查。之前有人向一名州議員同一名聯邦議員發送訊息，據稱呢名男子亦都有針對一個普通市民。警方尋日去咗佢喺布里斯班嘅住所執行搜查令，執走咗幾部電子設備，包括一部手提電話，等佢哋化驗。佢面臨3項控罪，話佢利用通訊服務作出恐嚇、騷擾或者令人反感嘅行為，係刑事罪行。總督察 Bill Freeman 話，威脅民選官員會損害澳洲嘅社會凝聚力，唔會容許。被告6月會喺布里斯班裁判法院提堂。喺啱啱過去嘅5月6號星期三傍晚，昆士蘭各地都充滿咗肅穆而溫馨嘅氣氛。為咗響應每年5月嘅家庭與家暴防範月，昆士蘭警方聯同多個社區團體喺全州多個地點同步舉行咗燭光集會。其中喺布里斯班南岸 South Bank 嘅文化廣場，大批市民同警員一齊點起燭光，共同悼念嗰啲因為家庭暴力而不幸失去生命嘅受害者，並向幸存者表達支持。警方代表喺集會致辭中強調，家暴絕對唔係家務事，而係一個嚴重嘅社會問題。當局會持續加強執法，務求建立一個零暴力嘅社會。呢啲集會唔單止係一場哀悼，更加係一個強而有力嘅警示。提醒大家要多加留意身邊人有冇發出求救信號，共同守護每一個家庭嘅安全。喺 Toowoomba， 當地人可以穿越時空，揭開一段被遺忘嘅昆士蘭歷史。南昆士蘭大學將會喺明年喺 Redwood Park 嘅 Eagles Nest 營地舉辦年度考古田野學校。呢個地方喺大蕭條時期曾經係失業男性嘅棲身之所。呢個地方可以追溯到1930年代，而家已經被列為遺產。亦都係州內少數已知嘅同類型營地之一，由 Bryce Barker 教授帶領。呢個實踐課程會教授參加者真正嘅考古技術，包括發掘同埋文物解讀。學生 Francis Hicks 透過田野學校發現咗佢嘅榮譽論文課題。
而家正喺研究同呢個營地相關嘅無家者考古學。呢個工作可以納入行業技能護照範圍，亦都會為將來向公眾開放呢個地方嘅計劃提供資料。當地人、學生同埋轉行者都可以報名參加2026年嘅田野學校。以上呢就係今日嘅新聞摘要。天氣方面，Toowoomba今日天晴，氣溫介乎15到22度，咁好，出去行下就最好啦。如果中意呢個頻道，麻煩留言、點讚、訂閱支持一下，多謝。我哋聽日再見。